美国总统卡特过身，对咱台湾来讲，互印象上深的，就是伫咧卡特的任内，雄雄宣布甲咱台湾断交，去甲中国建交。苏当时的前外交部长听见人大驻美国大使馆，伊讲美国雄雄断交，互伊是感觉真凊心。也那卡特伫咧1979年签署通过《台湾关系法》，交代有关是台美政策重要的底底。 A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, January 1st, 1979. 1978年12月15日，前美国总统卡特雄雄宣布，1979年开始要甲咱断交，甲中国建交，对台湾造成重大冲击。一时反美情绪真激烈，来台谈判的美国代表团起予激动的民众包围车攻破东方玻璃。当时伫驻美大使馆任职的前外交部长听见人，回想46年前，印象也真深。 半夜3更2点多通知蒋经国总统，我3次放在华盛顿。最冷的一个冬天就是1978年的年底，那个时候才发觉，哎呀，怎么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可以对朋友这样的对待？ 听见人回想美国为总统尼克森开始积极推萨对中政策，希望联合中国制衡苏联。南方嘛了解美中建交是早办的代志，不过无想到做法会这么粗鲁，伤害台湾人民的心。卡特伫1999年受邀请访问台湾的时阵，讲美国甲中国建交是正确的决定，因为有助中国甲亚太地区的和平，而且无认为应该为这件代志甲台湾回失礼，讲法引起议论。And I've seen a very wonderful improvement in human rights. In China, with people given the freedom to move and to have make a profit in their own lives. 2019年美中建交40周年的时阵，卡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，坦白讲，当年国务院有一寡人反对甲中国建交，所以拢是由美疆甲中方直接沟通协商。对台湾，卡特表示。 伫1979年签署国会通过的《台湾关系法》，保护美台利益。不过听见人讲，当时是伫台湾全力说服，以及美国国会跨党派强烈支持，才有即马规范美台关系的重要指引。卡特这个人啊，简单说，他算是一个好人了，但是他对国际关系啊，有的政治问题啊，他不是这么了解，所以在处理这些什么安全问题上。 他往往要依赖到旁边的人给他的意见，主要的考量就是跟中共建交来钳制苏联。听见人讲，海军出身的卡特个性真强硬，而且对外交知影的有限，伫国际社会的现实决定甲中华民国断交，影响延续到即马，广告都留予世人来评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